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发表于民国8年7月20日，《每周评论》第31号。现在社会舆论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主义，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社会需要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当前谈论公共政策，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际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做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对象，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改革的方法。偏向纸上的学说主义有3点需要注意。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其容易的事，是连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第二，只是空谈外来引进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针对某时某地社会问题的需要所提出的改革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问题、社会需要，只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只记得许多药方，不去诊断病人的病况，如何能有用呢？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成为一种口号，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 statism 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主义来骗人了。法国大革命 Jacobins 党专政时期遭到迫害的 Roland 夫人在断头台临行之前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假借你的名义做出来的。”所以，一切好听的主意都有这种危险。这3点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凡是主义都是因应某时某地某社会的时事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个时代，受到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的现状，于是有一些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改革的方法，这是主义的缘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解救急难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宣传出去，为了在宣传上简单便利，便用了1-2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它做某某主义。主张变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办法变成了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 socialism 这个名词，某人的社会主义和某人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绝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都用同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了7、8个世纪，也许隔了几万公里，然而都可自称社会主义，都可以用这一个抽象名词。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我因为深深感到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社会舆论各界，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是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控制国会、军阀在幕后操纵的安抚俱乐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我们不去研究这些紧急问题，却去高谈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还要得意洋洋的夸口说我们所谈的是根本的解决方法。老实说吧，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懒惰。懒惰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情，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情。研究问题需要花费功夫，耗费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到一种解决的办法。全凭研究考察的功夫，这岂不是难事吗？而高谈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买1-2本书，看1-2本小册子，便可以高谈阔论了，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高谈主义不去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惰。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的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功夫。然后根据种种的经验学问，提出种种假设的解决方法，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功夫。然后用种种的经验学问推测每一种假设的解决方法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效果，推测这种效果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根据推测的结果，检定一种最好的解决方法，认作自己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功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经过这三步功夫来的。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要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碰到具体的问题，对找出解决的方法具有参考的作用。但是我希望中国社会舆论各界把一切主义只当作参考资料，而不是挂在嘴上做招牌。尤其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捡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骗人、愚弄人民的口号。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找到了包治百病的根本解决方法，从此用不着耗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了。